因为预防针这部分，英国正出名药厂 AZ 阿斯特捷利康是因为后疫情时代，即马对预防针的需求已经较减啊。因宣布讲要开始伫全球回收甲落价这预防针。另外，伊嘛对我承认讲，因的预防针有正少部分正罕见的机会，有可能会出现血角太血路，会造成血路未通。外界就咧要讲，其实因的回收是和即件代志较有关系。 生产线面顶一罐搁一罐的疫苗，真紧走过生产线，准备伫箱仔内底。这是过去新冠疫情严重的时阵，英国药厂 AZ 阿斯特捷利康供应全球新冠疫苗需求的产线。也毋过伫进入后疫情时代，在着各种针对变异病毒开发疫苗愈来愈多，互 AZ 药厂生产的新版本疫苗 Vaxzevria 已经生产过头，药厂伫测试广告开始回收全球收过济疫苗。因为过去 AZ 新冠疫苗捌造成真济注射病症出现 TTS、血价甲血小板降低症候群，伫英国造成至少81个人死亡，数百人重症。药厂阁互50多名受害者甲家属提告。AZ 药厂伫今年2月总算伫法定的文件内底头一届承认，这款疫苗可能伫真罕的看到案例之下引发 TTS， 然后就伫3月初5提出退回疫苗申请，和外界质疑这有关联。 We're now convinced of the plausibility and the causality of this rare syndrome of VITT. It is a very serious case. We also have a risk estimate of 1 in 40,000 of vaccinated. This is new knowledge that we didn't have when we took the AstraZeneca in use. 不过 AZ 药厂强调，回收疫苗甲法定文件内容无关系，时间踏做会只是卡合，而且重申公司对这款疫苗结束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效果是感觉骄傲。根据第三方的统计，使用疫苗的头一档就挽救超过650万人的性命。 供应全球的疫苗嘛超过30亿剂，暂时 AZ 药厂自愿撤回这款疫苗伫欧洲的销售授权，代表这款疫苗未来无法度伫欧盟继续使用。不过未来几个月对英国甲其他已经批准这款疫苗的国家，卖提出同款的申请。国际新闻台是董炳耀。